捏一下鼻子，捏一下鼻子是吧？捏个鼻子，它嘴自然而然会张开来。不用，阿姨对，还有必须的，你就张了。对。那个。好。妈，你可以做。姐姐。哦，你刚刚说什么想对你点鼻子？被动就张开。哎，你教我也还有呼吸的嘛？张爱芳是吧？嗯。You sit there. 快了。不用热，你们听听这个。好，你一啊就扣后面咽后壁，我就看到了。像什么名字？这个是啊。I mean, since this hotel life is gone, no one ever booked this hotel. I think they will just dismantle it after that. I heard a few people went to a Radisson hotel somewhere in Bushi. I was thinking who wanna book the hotel after that. But this hotel was not running anyway. I mean. MED。Don't touch.怎么说你滚来了？舌头不要。对。More time for me. Yeah. 419，和旁边那个地方。哎，在村边。总过年。已经是一个火。打到你。
có liền là nhưng mà nó tốt này à 哦，这是比较放松了。做的啊或者是那个我也想，对吧？或者是吧？或者是牙这个看起来。看这里才15到17个地方，几这个嘞怎么几个了？你做了没？没有了。那有希望还有3个。这个这个极限有个年新加坡的这个你那个对不对呀？30样，女生的有一个，2年的30。这个了，这里叫怎么几个？你的，你的比如说啊，这里像现在吃过啊？这还有这这个，个地方怎么是？他一个来吧。他有3个嘞，应该这里像有点不错啊，有意思啊。对了吧？ 30要600万。这是20等级啊。